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白，白就是飘明指示的细体帮，咱讲白，像咱讲门牌、车牌。另外商标嘛讲是白，像咱讲牌子啥物牌。另外祖先的神位牌位，咱讲神主牌啊。古早有一款兵器，像讲盾牌。另外古早通关或者是发命令的兵器有腰牌，有光闪的银牌，咱讲是钢牌。另外，拍麻雀或者是用纸做的娱乐用品，咱讲拍牌、算牌、仪牌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牌啊，会当讲是跋筊、趣味、新式的家私；另外，嘛会当讲是飘逝的牌子。第二个词就读做老牌子，嘛人读做老牌子。这就是旧飘头，已经卖足侪年啊，信用真好的品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面店啊，已经是老牌子、老字号，便若是食饭时间，人客考，拢都爱领号码牌，摕到牌的人才食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牌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